不是啊，这么烫，旅行社也不帮我们拿。什么叫旅行社不帮你拿？你自己拿。你这个是要手做，体验手做。哎，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这么娇贵啊？哈。难道你上厕所我们要帮你拉裤子吗？对啊，帮你擦屁股好了，好吧？对，哎，对啊，这个里面有很多柚子汁要倒出来吗？很多。要倒出来吗？那个材料往旁边。胡来旅行社怎样？要倒出来吗？不用塞进去啊，老师没说。你塞就往旁边塞，尽量就往旁边塞塞紧一点。老师讲人就抹糖了呀。对啊，然后老师是要抹糖啊。你不是最会塞，把它塞进去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问那个，因为我骑得很大力，他门口有点撕裂伤，没关系。对，门口裂开。这里它有撕裂伤，我怕等一下会不会影响？你要不要看健保门诊？怎样？我可以自不要费啊一！直惹我们好不好？我可以自费啊！做对吗？不塞的吗？这个可以。哎，我是这个完成的。老师说我这个是最完你整的。还有那么多药材呢？没有塞很多的。撕裂伤。对啊，事实上不会的。好，现在塞完以后呢，把这个盖子呢，盖起来啊！还要盖子？盖回去。对啊，所以盖子要留下来啊。那我要去领我的盖子。标准这一颗啦，不是吹牛的。哎，我的塞完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这颗比较小，没有啦，我塞很多了啦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先绑哈，先把它绑起来。还用绳子绑？瘦哎，对这是横绑的。对，然后一般呢，一般。然后呢，对半绑。转十字形。十字形。边西亮。就四边啊。经过要中心点。哎。啊，再绕。中心点再绕过来啊，就变是四瓣了。四瓣。然后呢，再一个对切。对切一般。这样就是6片。哎对。哎，这个有点像人家市场在卖那个八仙果，有没有？哦，对对对，也是这样绑啊。然后把它拉进来。终于讲出一个有贡献的。那。哎，我的筷子了。啊对。什么啦？不是你问你喘成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就这样吧。不用做了。不行啦。不行吗？蛮像的啊，我这蛮像的啊。哎，姐，等一下，你绳子到哪里？哎，你姐姐绑得不错呢。先对切有没有一半？然后你就要一直转。对，然后就变这样。哦，要这样转。然后就要一直转。这样就4片了嘛。这样是4片，对不对？手压住。对，然后再转。再转，这样子就变成，你看到没有？6片。再转一轮就8片了。对，我们今天3个，我们全家人在那边弄柚子，在那边绑，我觉得也蛮开心，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有这个 moment。我那时候觉得我好像是我跟家人来玩，然后可能带2个朋友，5个人一起报名这样子的感觉。1、2、3。